这个桃园病院的群体感染，未少医护人员因为接触到确诊者，必须伫病院内底来隔离，所以剩少少的医护人员轮班来照顾着病患，真辛苦。加在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成讲，已经有80个医护人员第二届采检拢是阴性，无畏着病毒。大家拢真积极，想要转去病院做家己的工课。另外，这个桃园病院的医护人员嘛，家己来唱歌、拍影片。因所唱的是当年抗 SARS 的歌《手牵手》，因来串成着影片，放去伫网络顶，大家互相加油鼓舞。医护人员做伙合唱当年抗出来歌曲《手牵手》。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在隔离或者是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录影片，互歌声会使伫空中来替大家加油。连副院长拢开金嘴，病院破文写，阮受伤，毋过绝对袂倒来，互人真感动。病院边仔的公庙嘛体谅因的辛苦，毕竟敢若少数无隔离的医护人员轮流照顾病人，民间送来民生物资嘛真济。和社工室讨论了，决定要捐防疫基金100万。给桃园医院给他们防疫人员专用，给他们支持，给他们鼓励。我们物资目前是十分的充足，讨论说那是不是我们转由这个专款专用的方式来做处理。连续2天本土拢无确诊病例，27号透早采检的人真少，而且无开放一般看诊，同款干那少数来回诊的民众。一个专门的医生总会诊，那你要给他那个前面的单子给他，大家要互相有信任。目前人力真严，部分门诊就算爱复诊，嘛是实时来看，甚至传出病院内底的病人已经有12天拢无医生来看。不过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成讲，大家的专职医师一定拢会来巡房，而且嘛有大约80位医护人员而且阴性解除隔离，真想要赶紧转来工作岗位，病院量能嘛会豆豆来恢复。